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7月2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就业形势。今天财新网它刊登一篇文章，叫《2024年美团数百万骑手画像》。我记得前不久外卖大战的时候，美团好像专门对美团的骑手进行了解释，说因为咱们往常媒体宣传，美团骑手里面本科毕业的占多少，研究生毕业的占多少，博士毕业的有多少人？美团还专门进行了解释，说这些统计美团官方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媒体公布的这些都不一定准确。那我们看看这个财新网他说的2024年美团数百万骑手画像。2024年美团平台中18到24岁的骑手数量显著上升，45岁以上骑手占比首破10%，全年接单在260天以上的高频骑手，全国月均收入在6650元到9344元之间。说美团近日发布美团骑手年度职业报告2024到2025，以下简称报告，说显示上述信息。那这个是美团官方公布的，有一定的可信度。该报告由美团骑手年度职业报告编委会编撰，在宏观层面关注骑手的就业形态、就业价值与就业质量，在微观层面则围绕群体构成、收入水平、劳动保障、职业稳定性与职业形象等维度，对骑手群体进行立体描绘。这个报告显示，2024年每月平均有336万骑手在美团平台获得收入，较2023年增长16%。以美团平台生态为例进行测算，2024年平台相关的就业机会超过2596万，青壮年骑手占主力。月活跃骑手，也就是月活骑手，一般指的是一个自然月内在平台至少完成1笔有效订单配送的骑手总数。报告显示，2022年至2024年间，青壮年骑手始终是美团平台上的主力军，占月活骑手总数的70%左右，青年骑手则占20%。25到30岁群体连续3年占比超过20%。从年龄结构变化趋势来看，18到24岁骑手在2024年占比达到了24%，较2022年同比提升21%。18到24岁什么概念？我理解了，大学刚毕业，这个群体比较多，或者是大学毕业1-2年。45岁以上骑手占比也在2024年首次超过10%，较2022年同比增长17%。就这两个群体，实际上恰恰反映出我们就业一个缩影。因为这东西你没有绝对的一个数字啊，只能是推测，反映了我们当前就业的一个尴尬的境地。第一个，大学生一毕业找不到工作，恐怕边考研究生边搞公务员边找工作，要么就是没有稳定的工作，混个1-2年，实在不行送外卖。但骑手就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啊。那么45岁以上的骑手占比上升，反映了现在很多人失业啊，各个公司裁员优化，这40岁以上的是容易受到冲击，年龄越大被裁掉，他再就业的可能性就变非常低了，再找一份工作很难，尤其是40岁以上的，那这些人恐怕也是找个1年半年的找不到，没办法，生活压力迫如生活，只能去当骑手。所以你看这两个年龄段的这个骑手占比增加，恐怕反映的就是就业这么一个特点。财新网他也这个观点，他说其中18到24岁骑手数量显著上升，除了源自宏观就业环境影响，也反映出青年就业观念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祥全2024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青年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需经历职位匹配过程，每年毕业季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后，青年失业率会短期上升，通常在7个月左右达到峰值后逐步回落。在这一匹配过程中，平台骑手岗位为部分青年提供了过渡性就业机会，发挥了缓冲器的作用。当然了，没有一个人说准备当骑手当一辈子，很多人当骑手都是一个过渡，边当骑手边找工作。从长期看，青年骑手数量的持续增长，则反映了新生代劳动者就业价值观的深层转变。
报告援引数据称，在 Z 时代群体中，约76%的年轻人表示倾向于选择弹性工作制，数字平台上灵活自由的工作方式，迎合了年轻一代劳动者的就业需求。这个恐怕有误解，这个我得解释一下。所谓的政府也把这个当骑手，叫灵活就业嘛，开网约车、开大货车、搞自媒体，这都属于灵活就业。但是我觉得年轻人认为送外卖自由，这恐怕是想错了。任何一份赚钱的事情都很难谈得上自由，即便有自由，那也是表面上自由，形式上好像是自由的，实际上你根本不自由。一旦你骑上你的小电驴，对吧？拿上手机开始接单，哪有什么自由可言？你就已经掉入平台的算法之中，不知不觉就开始加快速度，不知不觉就开始闯红灯，不知不觉就开始逆行，不知不觉的就开始跑起来了，对吧？形式上好像看没人管你，你不用打卡，你没有什么早9晚5的。实际上你只要干骑手，只要你想赚钱，没有所谓的自由。相反啊，你很多这个大厂上班早9晚5的，看上去不自由，那也是一些假象。此外，2022年到2024年，男性骑手在月活骑手中占比始终超过90%，不过女骑手数量稳步上升。从美团平台上获得的收入人数由51.7万增长至70.1万人，这个大家恐怕也深有感触。现在给你送外卖的，或者你接触到送外卖的很多女性越来越多，这也是个趋势啊。在职业稳定性方面，报告显示，行业平均流动率为20%到30%，超过一半的从业者计划在1-2年内转行。这个都可以理解，因为送外卖都是很多人刚开始都是权宜之计，但是干着恐怕也就这么干下去了，只要身体能吃得消，因为毕竟工作难找。另外，骑手多为跨区域流动人口，形成以城市为单位的劳动力蓄水池，呈现跨地域流动，但不脱离行业的特点。部分离职骑手在3个月内重返同类平台。你看看这骑手，有的干了一段时间离职了，恐怕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工作好景不长，饭碗也丢了，又得干这个骑手。报告提及，农村户籍骑手占比稳定在80%左右。2024年有近60%骑手为跨省务工，在成为骑手之前，近70%骑手上一份职业属于传统蓝领行业，如制造业，就是工厂的普工、技工；服务业、餐饮服务员或者超市的导购。当然了，这里面还有曾经从事自主创业，就将近10%，还有司机是8%，快递员5%，就是由这些行业转变为骑手。这里面有自主创业10%的，就是失败的，当老板失败了，最后变成外卖员、骑手。高频骑手月均收入6650元到9344元。报告指出，美团骑手收入主要由基础跑单薪资、奖金和补贴组成。基础薪资取决于单价与单量，受地区经济、订单距离与配送难度等因素影响。奖金包括活动激励和节假日奖励，补贴则用于应对特殊配送环境，如恶劣天气和节假日返岗。其他收入还包括顾客打赏和平台特殊奖励。美团专送骑手由合作商按月发薪，众包骑手按日结算，次日可提现。骑手收入状况也取决于其接单时长。美团研究院2024年9月曾披露，在其2023年总计745万名通过接单获得收入的骑手中，高频接单骑手全年接单260天以上，叫高频接单骑手，占人数的11%，大约是82万人。低频接单骑手全年累计接单天数30天到260天，这叫低频接单，占总人数的41%。业余骑手全年累计接单单数天数不超过30天，这个占比是48%。业余骑手比较多啊。此次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高频骑手的月均收入6650元到9344元之间，其中北上广深高频骑手月均收入9344元。你看，实在不行到一线城市
去送外卖，平均工资9344。部分直辖市、省会和经济发达城市高频骑手月均收入7831元，3、4、5线城市高频骑手月均6650元。具体到骑手维度，月均收入最高的骑手为众包骑手中的乐跑骑手，即参加平台乐跑活动的熟练众包骑手。在北上广深，高频乐跑骑手月均收入达到11547元。在部分直辖市、省会和经济发达城市，高频乐跑骑手月均收入依然过万。2024年，北上广深普通众包高频骑手月均收入是7686元，折算年薪92232元，基本与北京和上海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平。也就是你在北京和上海送外卖，作为一个普通的众包高频骑手，你跟北京的、上海的可支配收入是一样的。如果你在广州和深圳，那你这个普通众包高频骑手的月收入是超过广州和深圳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据2024年中国蓝领就业调研报告，2024年中国蓝领群体规模达到4.25亿人，其中月嫂、货车司机、外卖员收入水平位列前3。外卖员月均收入较2023年增长超10%，涨幅高于蓝领群体平均水平，可见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跑去送外卖了。第3部分说，平台企业探索为骑手缴社保。平台经济带来的新就业形态遍布许多国家，但如何认定劳动关系，由谁承担缴费责任，尚有不同意见，为社保制度带来不同程度的改革挑战。中国社科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张银华在近日中国改革卷文指出，从主要国家做法看，一类做法是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视作自雇就业者，由个人承担全部缴费金额，然后参加社会保险。另一类做法是将这些劳动者确定为或推定为雇员，纳入正规就业群体予以保障。第一类做法是以法国为例，灵活就业者如雇员一样参加普通社保，但需自行承担全部缴费。平台企业需向税务部门报告从业者收入，税务部门再将数据转交社保机构，用于确定缴费基数。缴费相同者可享相同社保权益。平台还需为从业者缴纳工伤保险或购买伤害险。对多平台接单者，企业按其在本平台收入占比缴费或报销缴费。第二类做法，以美国加州为例，2019年通过立法规定，除特定条件之外的平台经济从业者被推定为雇员。那中国也这上千万的骑手，这个恐怕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灵活就业群体。平台此前已启动职业伤害保险保障险试点，今年又有企业开始探索更大范围的社会保障方案。京东自2025年3月1日起，逐步为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美团也于4月启动，为全国范围内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此次报告预计，美团养老险方案将在2025年覆盖全国。该方案无需签署任何合约或等待邀约，支持骑手自主在户籍地或就业地参保或补，也就是你这个骑手自己去交社保，然后平台给你补贴，应该这么一个做法。无时长单量限制，面向所有类型骑手开放，不因骑手的熟练度、劳动年限而有所区别。所以说啊，现在这个各大这个平台啊，为骑手缴纳这个社会保险的事情，恐怕也在研究啊，也在想出一个既简单易行，对骑手也便于实现的一个保障方案。说实话，像京东这样的，给京东外卖骑手直接交社保，这个有利有弊。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报道，入职京东的这些骑手，首先是入职难，就不是你什么人都可以加入京东骑手，就专职。第二个，很多人千辛万苦加入之后，骑手也不满意，因为他受限制。
而且它的收入似乎也没有那种众包自由那种骑手收入高，所以很多人又开始退出。总之，什么甘蔗不能两头甜。我倒是觉得美团这个方案如果实施好了的话，更值得推广。也就是你只要在美团上面跑单，你只要接了美团的单子，管你接的是1单还是1个月接几百单，一天几百单，不管你是在美团上干了1年还是干了1天，只要你在你的户籍地，或者只要你交了社保，你自己交了社保，这个美团它每一单就给你补贴，叫参保缴费补贴。我觉得这个方案比较合理。这个是财经网这个根据美团的报告做出了一个2024年美团数百万骑手画像。我来谈谈我的看法。我们有很多人总是抱怨数字经济、线上经济对线下实体店的冲击，咱们的线上经济显得异常发达，导致线下实体店都在关门。持这种观点的人，他就没有看到外卖骑手将近2600万。你实体经济你能创造就业，现在实体经济不行了，好像就业岗位少了，但是你想线上经济一样也会创造就业，而且更有利于灵活就业。所以这是数字经济或者平台经济、线上经济的一个优点。如果没有线上经济，这2600万的这个骑手岗位从哪来？这还没算那些物流、那些送快递的，那加到一起多少啊？所以线上经济表面上看好像消灭了一些传统的实体经济的岗位，但是它在别的地方又多出了很多岗位，而且多出来这些岗位反而比以前传统实体店那岗位更好。你现在很多实体店那小店连社保还谈不上，你没有任何保障。但是你看咱们现在舆论和政府可以抓着这一平台，因为平台就那么几家，不是京东就是美团，要么就是阿里，舆论和政府就抓着这几家，要他解决骑手的社保。这些企业迫于压力或者社会责任，人家也在解决。那你说千万个小实体店，他怎么解决你的社保啊？你在临街租了个铺子，开个小服装店，请了3-4个人，你怎么给他交社保啊？这些小店那么多，政府怎么去管？所以说这都是线上经济的进步的地方。所以我一看到很多把线上和线下对立的，线下不行都是线上导致的，非常片面和狭隘，看不到线上经济的好处和先进性和优点。第二个说到外卖，因为美团是外卖，我看到京东居然推出了自己的外卖品牌，叫什么七鲜小厨。我看了这个之后，我觉得非常好。我看有好多网友在批评京东，说你这个下场跟千万个小这个商贩、小这个餐馆竞争，说京东送外卖没安好心，现在就是开始抢这个商家的饭碗了。持这种观点的恐怕都是那些小餐馆，嫌京东来抢他们流量，抢他们的这个业务。我是支持京东这么干的，但是我不看好这个，大家要搞明白。我为什么支持京东这么干？我以前的节目也说过了。我们的食品安全为什么解决不了？太多的这种小餐馆，你没法管啊，政府也没那么大的成本去管，政府只能去罚。这家有问题，跑去把人家一罚个几十万，人家换个小老板接着干，递个油接着用。那些食品安全问题是层出不穷，你根本就管不了。后来出来那个叫什么预制菜，我倒觉得预制菜比那些大街小巷的小餐馆都要卫生干净得多。最主要是它让管理变成了可能。预制菜如果说就几个大的品牌市场占有率高，那政府把这几个大的品牌给管住就行了，对他提要求。就好比平台经济一样，我把美团、京东还有阿里这几个一管，骑手的社保这问题就慢慢就能解决，就让它变成一个可能。所以我觉得预制菜虽然有缺点，但是它反而食品安全这块让它管理成了一种可能。京东亲自下场做饭做菜，我也觉得让食品安全变成了一种可能。在京东的品牌和千万个小商家之间，你相信谁？我相信京东。虽然它不一定就食品就一定很安全，但是它比那个小餐馆啊，那肯定是有可能变得更安全。所以我倒是认为这恐怕是提高我们食品安全一个契机啊！我希望美团也这么干，推出自己品牌的外卖。这些大平台好歹他要点脸，好歹的他要负点社会责任，政府也好管了，你就约谈京东、美团就行了。所以我觉得是好事。但是我为什么说不看好它？我希望他这么做，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餐饮，尤其是中餐，那京东要做它很难盈利。
中餐跟那个西餐不一样，跟麦当劳、肯德基不一样。我看京东要开10000家店，这10000家店这个中餐，而且他还不做预制菜，他必须是现炒。我觉得对京东的内部管理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这10000家中餐馆，这叫7线小厨，那得有2万个厨师。这2万个厨师你怎么要求他能做到整齐划一？中餐最难的就是他的换个厨师，那口味就不一样。你怎么标准化的要求是个难点。你看所有的中餐品牌开到一定的规模就不行了。这个中餐品牌也叫什么老乡鸡、真功夫，还有什么很多，没有一个能做得大的，它很容易就到达天花板。我觉得最主要是跟中餐这个特点有关系，因为中餐的特点就是色香味跟那个厨师的关系太大了。中餐还讲究火候，还讲究锅气，很复杂。所以我觉得京东要想通过这个自营的外卖想盈利很难，而且它管理也是个大问题。我希望他这么干，因为他这么干，把我们食品安全这个问题很有可能不敢全部解决，有很大的一个提高。我认为京东做这个事情才是有社会意义，总比你现在在外卖平台上点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在厕所里做出来的，是不是在垃圾场做出来的，是不是要好得多？这是我对这个外卖第2个看法。第3个也是这2天媒体在报道的，比如说封面新闻报道，现在有的地方有政府缺钱，就导致公务员工资发不下来，或者欠薪，或者只发生活费。所以现在有很多地方是公职人员下班送外卖，有很多单位，尤其是那事业单位，现在下通知允许事业单位人员从事副业相关通知，也就是你下了班之后，你可以兼职去摆地摊干啥都行。说白了不就是都没钱了吗？你又没办法给人家把工资发完，如果你还不让人家从事副业，那不就只能饿死了？所以很多地方公务员允许事业单位人员下班之后从事副业兼职去。很多公职人员兼职的首选就是送外卖，因为他没有时间限制，他一下班就开始接单，他一天跑几单是几单。封面新闻报道说，这个近日网友孙先生分享了自己送外卖经历。此前他从事消防员工作已经12年，转业后他在四川遂宁体制内任职。你看看，由消防员转岗转业，在体制内任职。7月10号，孙先生所在单位下发事业人员可从事副业相关通知，孙先生于是决定去送外卖，顺便提交了申请。截至7月21日，孙先生已送外卖6天。孙先生称，每天下班后晚上8点左右开始接单，平均每天3小时左右，一天能赚100多元。你看看，这么下来1个月就3000块。体制内的也送外卖，说明什么问题？殊途同归不行，最后都是送外卖。还有很多人死乞白赖的去考公务员，进体制内。未来你进了体制内，有的体制有的地方恐怕工资有保障，有的地方恐怕没保障，这个事业上面也没前途，也看不到任何前景。工资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是鸡肋，还没保障。最后下班还要叫什么兼职送外卖？会不会有人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不考公务员了，直接送外卖？当然了，现在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没办法，只好先去送外卖，过渡嘛。正好现在是暑假，有很多大学生，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送外卖，快，也不用交。所以正因为送外卖需求比较大，所以好多就开始以骑手招聘之名行骗，多地出现骑手招聘新骗局。这《工人日报》报道，暑期以来，以骑手招聘之名行骗的案件在多地频现，引发广泛关注。不法分子通过招聘软件发布虚假职位，利用低门槛高薪资话术，诱导社会经验不足的暑期工落入陷阱。对此，专家呼吁构建多方协同的综合防范体系，整顿暑期兼职市场乱象。他们一直催促我签合同，我没仔细看就匆匆签了，后面才意识到是上当了。7月21日，在浙江杭州读大学的小高告诉记者，放暑假后他打算干点兼职赚取生活费，于是在某招聘软件应聘了外卖骑手岗位，没想到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被骗了租车费、保险费等近1000元。原来对方骑手招聘只是个幌子，这些不法分子利用低门槛高薪资、先用后付等话术，就骗这些年轻人，骗这些社会经验不足的人落入圈套。
本来是想打工赚钱的，结果好几千块钱花在里面。所以说送外卖也不容易，也要擦亮眼睛，小心被骗。总之，从现在来看，这个外卖骑手、外卖平台还是给大家提供了很多这个叫什么就业渡过难关的一个可能。美团在4线城市专职高频骑手收入也能到5、6千，那辛苦肯定是够辛苦的，但也说明只要你愿意跑，在当下饿肚子恐怕还不太可能。当然了，确实比较辛苦，尤其7、8月份外面多热啊，地表温度40多度，这个钱也不好赚。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